各位善友同修，福生無量。咁我係本次頭像玄機解碼實戰課嘅主講老師李俊霖。咁喺開始之前呢，我想同大家做一個簡單嘅自我介紹。咁我係福進堂國學院嘅創始人，同時呢係中國風水祖師楊公嫡系傳人福元真人嘅親傳弟子。另外呢，就係頭像風水開運能量嘅創始人。咁我喺易學行業呢已經係有13年咁耐噶啦。咁我擅長嘅係環境堪輿、頭像嘅解釋啦，包括有姓名學、八字、精準打卦、高級密法、奇蹟療癒，跟住道家嘅獨特療法、祝由術等等。咁我係中國最早從事頭像玄機解碼嘅主講老師之一，咁已經係幫助咗上萬人呢乘風起浪啦。咁我自幼呢就研習風水學啦，我擅長將傳統嘅易學同埋現代嘅科學呢係相結合嘅，並且我跟隨我嘅恩師呢一齊去打造全球文化產品平台。咁如今已經係幫助咗上萬名嘅福主呢係走出困境，幫助更多嘅家庭呢係更加幸福和諧。咁我擅長呢係將傳統嘅家居同埋商業風水佈局調整，咁我會因地制宜，用和諧嘅風水理念呢係更好咁樣幫助福主去調整佢嘅運勢佈局。咁以下呢，就係我為一啲企業同埋家宅進行一個風水指導嘅。另外呢，呢個就係我擔任中國某一啲嘅開發商啦，去進行一個風水顧問，為佢哋嘅樓盤呢進行風水嘅勘測。咁另外呢，我係香港某一啲明星嘅一啲御用風水師。呢個係我喺中國呢有開設一個道家辟谷嘅養生課程，係用道家正統嘅方法呢係吸收宇宙嘅能量，將自己身體嘅多餘嘅陰性嘅垃圾呢係進行清理，令體內嘅真氣呢係更加順暢。咁如今呢已經係受益嘅學員呢係有幾千人咁多噶啦。咁我除咗用易學嘅方式呢去幫助啲福主呢走出困境之餘呢，我仲會熱衷於一個公益事業嘅。我會前往山區呢去探望一啲孤兒，然之後俾佢哋一啲經濟嘅援助同埋一個係心理嘅指導啦。我想通過身體力行嘅方式呢係令佢哋可以感受到關愛同埋希望嘅。OK， 咁其實呢，我哋呢個頭像風水嘅公益課呢，其實呢都係我公益嘅其中一個部分嚟嘅。因為呢，我係想將更多嘅風水知識呢係可以俾到大家去學習，大家可以運用呢個風水嘅知識，可以幫助到我哋自己呢可以更加運勢會更加好啦，同埋我哋可以運用到呢個知識呢，可以幫助到更多嘅人。所以我覺得呢件事呢係非常之有意義嘅事情嚟嘅。